係用順豐快遞打嚟嘅，就話我有一個郵件就派送超過3次都派唔送到。佢講廣東話定國語啊？普通話。各位，唔理你有冇用開順豐快遞，有冇淘開寶都好，近排湧現咗一種變種電話騙局，大家要小心啊！做保險中港兩邊籍嘅 Thomas 響上個禮拜日收到個自稱順豐男嘅電話，搞到佢驚足30粒鐘啊！順豐男話 Thomas 有個河北寄泰國嘅包裹，寄咗好多次都唔成，裏邊有28張銀聯卡已經被公安扣起咗。順豐男估計 Thomas 嘅個人資料或者被盜用，好心咁駁咗去河北省公安廳啊！大概同你講咗係犯罪啦，或者係涉案啊咁樣嘅。係一件重大嘅金融案。仲係金融案，係啦，聽到就驚一驚啦，驚啦！公安哥話咧已經拉咗個港男，檢獲咗200本銀行存摺，其中一本就係 Thomas 嘅。仲話就嚟要簽發拘捕令啦，警告要保密，唔准收線，仲講埋 Thomas 啲資料添。嗰一刻都係信嘅，因為佢講到我啲私人資料。Thomas 驚到爆埋自己嘅資產、流動現金狀況出嚟，再按照公安哥嘅指示去到酒店登入指定嘅網址，顯示係最高人民檢察院嘅網站嚟㗎。咁我就好驚嚇地見到有我張相嘅一張拘捕令，咁啊同埋一張叫做資產凍結令，就話我涉案嘅。咁你講下你信晒㗎，基本上嗰一下好難唔信啊，因為講真，特別係有相嗰樣嘢係不可思議嘅。公安哥再幫 Thomas 聯絡到簽令嘅假檢察官，連番質問之後就願意暫緩簽令，但要 Thomas 先匯30萬去到深圳工商銀行戶口以便調查，再要上深圳開房登入同一個網頁。但呢個時候，金山毒霸超強4合1殺毒套裝呢個內地防毒嘅彈出嚟，話個網站已經有多人投訴被騙財物。Thomas 先開始懷疑，但假嘅檢察官一再要求輸入戶口號碼密碼咁。Thomas 就知瀨嘢啦，暗中打110報公安，30萬就保得住，但就冇咗交通費同開房費啦。佢又話張相係申請回鄉卡嘅時候用嘅，之後就冇再用過啦，質疑係中旅社外泄，不過中旅社嗰邊係否認啊，估計係 Thomas 喺內地開房嘅時候登記外泄嘅。查實騙徒借順豐名嚟呃人都唔少噶啦，好多淘寶迷都收過類似嘅電話，連佢哋兩個都試過，有時仲會恐嚇你，公安會揾上門添啊！警方話今年首5個月收到33宗假冒內地官員嘅電話騙案，其中19個人中伏，唔見咗1300萬啊！